5月是高雄那马夏的水蜜桃产季，不过今年受到天气的影响，雨水无够，致使这水蜜桃的产量是减少约一半，水蜜桃嘛生做有较细粒。高雄有里长连续10位档拢有义卖水蜜桃的活动，现场1000箱的水蜜桃是目年啊就卖了了。 高雄顶当日人是叉，一粒一粒把甜的水蜜桃，大家拢是几若箱来买。这是南马社农民透早为山顶运送落来。顶当日里长已经连续10年邀请农民来义卖水蜜桃，现场准备1000箱，全部卖了了。今年我买20啊，就是伊的物件食落去，加落去，汤就流出来啊。 无人比伊搁较好食，100万的产值，100万，你看，像这安尼，其他因啊，也免经过中间这波折，因会当加增加40万。辛苦种植水蜜桃真受欢迎，不过农民是淡薄仔心酸，因为今年水蜜桃受到气候、雨水变少影响，授粉的时阵煞拄着落雨，致使结果的状况无好，产量是减3-4成。南马社区长表示讲，虽然今年水蜜桃较细粒，不过甜度共款有14度，价小拢无起。 像我们今天带出来的量都是小颗的，大小也有差啦，因为可能真的就是气候的关系，所以那大小粒就是小颗的，真的量比较多。我们每年水蜜桃数量大概都是200万粒左右了哈。那今年因为被影响，可能只有100多万粒了。今年水蜜桃跟往年一样，甜度还是达到14度。 区长表示讲，南马社农民大部分是种水蜜桃，种植面积40万公顷。今年虽然因为天气产期延后，加在水蜜桃品质并无影响，也感谢里长斗3工行销，把山顶的好滋味分享给大家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